機密數據室，要靚一定得。我係 Dr. Mark，每期咧同大家分享機密數據。嗱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矽元素。矽元素咧，其實係我哋膠原蛋白嘅織網機嚟嘅。有啲嘅統計咧，話俾我哋聽啦，香港人咧平均咧一年咧會飲182杯奶茶啦。唔知你飲得多唔多啦？原來每一杯嘅奶茶咧，其實咧都有一個糖化嘅危機會為我哋產生咗12000個 IU 嘅 AGE。一杯奶茶嘅 AGE 咧，大概就等於12羹白糖一個嘅糖化嘅潛力噶啦。呢個咧係根據 Journal of Nutrition 嗰個糖化嘅量表咧去做一個嘅評估嘅。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安全指引咧，每日咧係應該少過5000個 IU 嘅 AGE 嘅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每日其實只能夠飲0.4杯奶茶。糖化咧有一個終極嘅產物嘅，就係由還原嘅糖同埋蛋白質啦、脂肪啦，就會組成一啲咧即係非酶嘅促進反應嘅形成。咁呢個形成之後咧，糖化嘅終極產物咧就會釘死我哋嘅骨膠原喎。嗱，根據咧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嘅研究發現啊，一啲高糖嘅飲食啦，譬如好似飲奶茶呢啲習慣啦，會令到我哋嘅膠原嘅降解咧嗰個速度增加3.2倍嘅。喺呢度咧就要介紹呢個矽嘅元素，就可以有效修復我哋膠原嘅裂痕啊。根據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嘅研究嘅報告發現咧，每10個 milligram 嘅矽元素咧，就可以增加我哋膠原合成19%。簡單嚟講啦，矽元素咧就好似一個燒焊工人咁樣啦，幫你整翻好你已經被破壞嘅膠原蛋白網。基底有料到 ，follow 我哋先知道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將我哋條片分享俾同你一齊想變靚嘅朋友仔。下一集再同大家一齊開機密。